一杯什么样的豆浆？益美的啊。真的好喝哈。不是，它益美的豆浆有没有人没有喝过？很多人没有喝过。益美的豆浆跟豆浆店做的好像。我真的有喝，真的，他有糖的真的是超厉害。我们不是在工商服务啦，他到底这个豆浆要卖多少钱？啊，老高吧，我公开话真正啦，袂真正我天好你话去大口白寿金。好，来来，到底我偌济？无，老高吧，800把送700开了，500收400派开300派送刷，够少。到底我偌济？来，一杯豆浆包你个买100块来继续行，哎呀手啊，无坏呀，不会啊。我的妙呀！这个是哦，这豆浆好喝啊哈，是可以吃。这豆浆会瘦身，我喝2罐还会瘦身，而且是健胃啦。看他就知道效果怎么样了。哎，好瘦，谢谢。这个是我的粉丝啊，这叫迷弟吧？迷弟啊，啊，温龙有腰身哦，你真的是长期在观察。哎，借这个是借效果器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是借这个调音器的哈。哎，没有，我是没电的。哦，没电，专业一点。专业哦。啊，这个我们今天呢唱完这个又怎样哈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真的向前走的感觉？有人已经去了吗？现场还没有人已经去了吗？这个代表我们还不够认真。对，话说那个东林大木不是有来台那个甄选那个 AV 男优，然后我有去投报名表。然后我现在在等消息。等消息，有人想我先买10片，也真的要买正版的。有人听到然后有一个选项是说要脸要露脸还不露脸，然后我就选要露脸。为国争光啊！争光啊！没有，我也是2个眼睛，一个嘴巴，一个鼻子，我一样都可以。人模人样，为什么不能露脸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是哦，你在怕什么？所以下一首歌这个有什么重点？这个跟下一首歌有什么关联吗？完全没有关联。对啊，下一首歌只要让大家更湿而已。对啊，该国军之男的要讲点话。负责拍照。哦，真的哦，今天有盛况首席。好，下一首歌，我们团的主打洗脑歌。洗脑歌啊，大家有可能没听过，送给所有失恋、失智还是失什么？对，这种背叛啊，没有。动一下你的筋骨，因为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可以。扭。对，虽然明天要上班，可是抛除一切吧。对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可以多喝一点。好，来这首歌。宝弟，哇马不会洗。我以为台下会讲的。开出来。宝弟，哇马不会洗。
北西。只要到最后一个一定要有一个 pose 嘛。对啊。人家李天总都可以这样，我也要用新的。那个 pose 有点鸡巴啊。